多謝 Venus， 數到10唔係放棄，係好似拳手一樣咁樣支撐落去。有請 Lolita 數到10。到的瞬間，雷從上面離開，打碎了上秒針，放開到絕境，腎上腺素讓身體急速醒，信念堅定，生命能試試喚醒，然而敗北仍可給口氣，走遠的再拼，因此當你跌低。記得說我別跳傷心境，坐定等候中，非你本性。走多遠，多不死心就撐得多遠，沿途未壞的所擊多遠。冇錯，你哋啱啱演唱嘅呢一首數到10啦，就係你哋10+1呢張專輯入邊嘅一首好似結尾曲咁樣。而呢一首歌其實都係我哋第4首嘅10大中文歌曲。所以呢個獎項交到你哋手上啦。可以講你哋得到金曲嘅感受嘅。有咩得獎感受？再一次多謝香港電台頒呢個獎俾我哋，同埋多謝每一位喜歡我哋音樂嘅人，多謝多謝。Thank you， 希望呢個獎成為你哋數字專輯嘅一個圓滿嘅句號啦。多謝。好，繼續我哋 Thank you， 恭喜晒，好開心啊！連續攞2個獎項啊嚇！咁以下來咧，我哋要先請出咧就係最佳樂隊組合獎嘅金。